真欢喜，嘛真感谢来遮甲大家分享以世代的台语文书写。2001年，哈佛大学开台语课，李金华教授嘛来阮教会教表的字，我谈着母语的滋味，就安尼投入台湾母语运动。母语也成做我的新活命。学会晓背字，我就想要爱用咱的母语来书写。感谢迄当时老吉啊先生有开发 TP， 就是会当拍背字。汉字呢，伊佫教我采用即个 Microsoft 的汉字输入法 IME 的自定输库。我就从安尼开发即个轻松输入法、台语输入法，就是拍单字。过来，我继续开发介轻松输入法，是会当拍词。虽然即个 IME 自定输库每摆增加的时，拢爱重新开机，真费气，却是台语人真爱用的工具。2008年，我返去台湾的时，陈伯中教授甲石盘软体公司的刘丁先生来招我合作，讲要开发即个台语的输入法，通上网来趁钱。我讲台语输入法检测免费嘛，无人来用。甲讲我负责来伫台语新闻的网站募款来支付软体的费用。到时就将我免费互人用，安尼较好势。咱新闻的输入法有4个特色，第一个就是你起印拍字的时阵，会当用白字，是用教育部的台湾路。过来就是讲咱人年纪大的老发现，咱即个会当照家己所爱的选字通来甲迄个字变较大。第三就是讲有自定输库，会当来解决内建输库无的字，佫嘛会当增加即个家己的即个缩打法的输库。第四就是讲会当拍即个台语的语尾，就敢若国语的注音，是日文的汉字注空啦，方便读者来读。2005年，我甲新闻的网站合作，架设即个台语新闻的网站。了后，佫继续架设客语新闻的，甲即个斯罗安台语点字的网站。这网站拢免费提供即个平台，互咱有爱用台语书写的人，会当直接来利用。真侪少年人，我问因讲恁的台语标字倒位学的，因拢讲伊新闻的台语新闻的网站面顶学落来。我听着甲真欢喜的。台语新闻的网站有3个入口，上下骹第一个就是教育部迄个拼音方案吼。问题的正式版乌甲圆圆无适合做文字用，所以咱即摆是采用伊的传统版，就是讲乌搁一点圆小圆鼻空音安尼吼。第二个入口就是讲用即个教会即个标字。第三就是讲即个有智慧的先辈，罗永祥长老甲萧清文牧师，拢讲咱着爱革新进步，搁爱正常化。即个连字符，王玉德
嘛捌講迄敢若是咧做大水咧，哦，即個其實這是海粉是用來做鯰魚用，咱家摕來做鯰飲，較想遐無啥適當，所以咱有一個叫做台灣字，就是無鯰魚魚的白話字誒，這為遮機會時攏會當。所有內底物件攏會當讀到即個台灣字嘅字安尼。閣再講，新蒙愛輸入法嘛是學白話字嘅工具啦。你拍袂出來漢字呢，就是表示講你輸入嘅白話字有毋對，咱就愛找方法，是查字典來找正確嘅。閣來就是講，台語有變調。咱白話字是當作字用，所以愛標本調。咱定定本調毋知影第幾調吼。佇這時陣，咱會當拍問號，就是 question mark 了後，伊就出所有嘅字出來，互你找吼，找你適合嘅即個白話字嘅調號。閣來就是講，若白話字進步到某一個程度嘅時陣，咱自定詞庫會當用即個音節嘅第一字來做起引，安尼會當增加咱拍字嘅速度。感謝新蒙愛網站蔡德明老教授，為咱開發即個書寫嘅工具吼。上重要就是講華語翻譯做台語漢語，這已經書庫已經建立甲真不遮標準吼，差不多95%攏翻譯會過嘿。過來漢語了後，會當甲轉做全語，全語嘛會當轉做漢語。過來就是講，咱這漢語語義嘛會當用這個工具來做吼。也是羅漢語義，羅漢語義就是講，以白話字為主，若拄着有漢字嘅，咱早佇面頂甲標漢字安尼，這樣呢，互咱會當即講，佇書寫方面足儕方便嘅工具。過來就是這個羅漢腳嘅輸入法，開發者這個蔡宜弘先生。伊甲台語新聞嘅合作，最近有佇進行這羅漢腳翻譯嘅機械，就是甲台文、華文、英文、日文甲韓文咧，會當互譯。若講其他嘅即個語言，嘛會使透過即個Google Translate 甲翻譯做華文了後，再過來甲華文翻譯做台文，也是講台文的文章嘛會當先翻譯做華文，再過用 Google Translate 甲華文翻譯做其他的外文吼，所以咱互咱的這個台文甲世界語言會當互通安尼。2006到2007年，我佇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因的第一屆、第二屆，我有甲因教因的台語電腦，是一學期2學分的課。這擺即個台語全國正式論壇，陳麗君教授予我10分鐘久爾無法度甲全部詳細來介紹，敢若會當講一寡摘要，詳細的操作細節吼，就愛勞煩大家去新蒙愛網站去下載工具，照說明來操練。當年的10月中到11月中，我攏會轉去台灣吼，有去各有需要的單位做這個巡迴分享，若有需要，請兩早預約。感謝教育部2008年頭一擺頒發的母語貢獻獎
个人奖有颁互我，团体奖有颁互台语新闻爱吼，互阮一大鼓励，阮就继续努力来拍拼，来互咱台语文会当早一日出头天。感谢努力，按自西。